你有冇聽到消防處咧？佢就話曾經考慮過用呢一個 call 嘅，咁但係因為咧原來用呢個 call 咧需要準備嘅時間咧係1個鐘頭，所以佢就放棄咗啦。我喺度諗，喂，你宏福苑2點幾嘅時候已經係發生大火，跟住咧你嗰個警鐘咧係8棟都冧晒嘅，跟住你就話曾經考慮過用，收尾都係唔用。但係你由2點幾起火，一路去到5點幾，呢度前後成3個鐘頭，你由1級大火去到5級大火，呢度講緊係用咗5-6個鐘頭，你先至可以將佢升做5星大火。而你話用1個鐘頭時間準備呢個緊急應變系統，就喺手機嗰度咧就通知全香港嘅市民，即係通知全香港嘅市民，就話宏福苑大火。你就覺得咧，喂，要成個鐘都嘥氣啦咁。但係你知唔知道？因為嗰度8棟樓嘅所有警鐘係彎晒，就算你用1個鐘頭，其實都要出嘅。即係你見到佢哋嘅解釋咧，佢係完全對於嗰個火場咧係唔了解。你諗下，由2點幾去到6點，你先至升到5星大火，呢段時間係完全冇警鐘冇成。喂，你係有足夠嘅條件。係用呢個緊急應變系統，當然啦，呢個緊急應變系統咧就打壞嘅，要成個鐘頭。我想話俾大家聽咧，大家都知道我喺日本嗰度10幾年啦做生意，咁呢個緊急應變系統咧，日本都有嘅。例如咧有一次咧，我同大家分享過㗎啦，喺幾年前咧，朝頭早嘅5點幾咧，咁咧就忽然之間咧就係我喺日本瞓緊覺嘅時候咧，我記得嗰陣時喺東京。個手機忽然之間狂響喎，好響，覺得好急喎。原來嗰朝咧就北韓啊金仔咧就射嗰啲導彈啊跌咗落去嗰個日本海。咁咧其實咧佢由發射嗰個導彈去到即係準備經過日本海，講緊係3幾分鐘嘢，已經係即刻響啦嚇。另一個咧就係咧喺日本咧有個叫做防災地震嘅 Apps， 其實都唔使嘅。即係我哋喺東京大阪生活咧，喂，如果佢有地震咧，或者有天災人禍咧，佢係即時會響嘅。佢基本上咧一震咧係幾秒嘅咋，即係嗰個系統嘅反應咧係只係譬如砰一聲邊度地震啊天災咧，嗰個系統啟動咧係幾秒鐘就話俾你聽邊度地震成。咁你宏福苑大火。你其實首先你要聽證會就改善下，話明緊急應變系統，你要成個鐘頭時間準備，你嘥咗1.5億係做呢一個系統嘅，咁你攞去賭錢落海啦。其實可唔可以話明緊急應變系統，可唔可以將60分鐘嘅準備變成15分鐘啊？點解啊？你話明緊急應變系統啦，唔通你要24小時前準備咩？就好似之前副局長就係話，喂，我哋宏福苑大火咧，由4級升到5級，要時間準備。頂你個肺，樓上已經水深火熱，水浸眼眉，已經係生離死別，即係基本上已經係千鈞一髮。哇！喺個危難已經係啲濃煙啊，啲火已經係咁攻入嚟嘅時候，你仲話要時間準備去升級？邊個俾時間準備嗰啲災民啊？即係。而家你呢個緊急應變系統，首先你要改善就係，你可唔可以由60分鐘調到落喺10分鐘之內就出啦？呢個唔係我講嘅，呢個係我喺日本生活嘅，人哋已經唔會有10分鐘咁耐，係3-2分鐘就已經係個緊急應變系統已經會出嚟嘅。你嗰陣時林鄭疫情嗰陣時，你失驚無神都爆出嚟嘅，大家記唔記得啊？所以咧，我哋香港人咧，越聽到消防處嗰啲辯解，或者屋宇署，或者房屋署，或者勞工處，即係你越聽咧，你係越聽就越憤怒啊！我其實